阿哥，就是咱们那来看那你都一顿包袱，我一顿包面，还到把你，还到把你掐不下不来，我到把你。阿哥，哎，阿哥就那就心里话打开着呢。你活得我打开就好点没点，叶子好好的了也。哟，阿哥别么过去，俺你过来了，走路还是好热了，看那个，呀，人学班呢，家子考上去了，你那考上去了，补完还多少了？叶子好了就好了，呀，当然走路是么个了也。大过个子，从西边给头规模小个子，娘妈考上去了，家子考上去了。阿后阿婆子，我你说那好嘛？说那嘞，说那这些还把对那好嘛？那个在你说那往后呢？阿婆，说那周把路的这里把路的好你对他的阿婆走，走，好有阿婆，就这拿好的，